咱用念的吼，我惊大家因为有的字较难一寡吼。吼，咱用咱来念第3节吼。主基督，你疼痛吹撇阮，互阮通做梦，通做梦，通做梦。梦见约整袂了工，只也无成熬大肠，吼，熬大肠，吼，这是平常时较少讲的吼。啊，梦见夜整袂了工，只也无成熬大肠。啊，这边应该是较淡薄难的吼。啊，咱回到217首吼。上帝真正是我上帝，通教我要找伊，思将少量微地挂，伊万年就无离。我心望上帝的恩，亲像空含甘蓝，爱地满天，忽然气氛，大落大雨啊惨。哦，咱先练到这啊！我提醒大家吼，较难的是迄第2节的吼。像抗旱吼，像抗旱啊，甲雨啊惨吼，遮吼咱即马就备办心来来准备今仔日的礼拜吼。全地着向耶和华出欢喜的声，领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主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咱来吟俄罗的圣诗，圣诗
217首，上帝真正是我的上帝，请起立，做伙来吟全首。上帝真正是我上帝，但早我要做伊，所受少年袂得过，这万里古无离，我心望中的亲像光寒甘暖，爱着我的无人气氛，随落我好合参，上帝感恩我高雅，我最应该学咯。古吹有你虽然好食，不甲你阮的好，每天都曾迷茫记了，上帝听当作伊，上帝是的我运动听，安稳自在欢喜。亲爱的主，阮欢喜为你伫你的圣殿，用诗歌来学罗你，用虔诚信实的心来敬拜你。这时，阮嘛要用主甲是阮的主祷文，安尼向你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嘛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传我入地狱，着叫我脱离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请坐。咱来用启应的方式，来领受上帝的话。启应文51篇，耶利米书17章。启应文51篇，耶利米书17章。伫新圣诗后面1093页，三甲来启应。上主安尼讲：我靠人，我靠为死的人会溃力。因踮伫旷野大树的所在，因为亲像风暴未大丛的树，总是信靠上主，专心倚靠伊的。伊亲像树栽伫水边，炎热到也无惊，抗旱的年拢无挂雨。三甲后头来感谢祈祷。亲爱的主上帝，愿感谢你满满的恩典，祝福保守高田教会众兄弟，伫过去的一礼拜平安顺遂，愿欢喜聚集伫你的圣殿，吟诗学老，同心来敬拜你。全能慈悲、高怜悯的上帝，有时阮的内心软弱，拄着试探艰难的时，阮常常离开主你的道路，求圣神帮助阮，
用悔改的心反省阮的信仰，更新阮的灵命，互阮对他了后有敬虔、信心、良善的生活。今仔主日是台南新学院的奉献主日，主愿感谢你设立这个学校，你的圣神甲台南新学院同在，求主你赏赐智慧甲能力，互升学教育帮助每一个学生，祈求学习主的真理，恳求上帝保守台南新学院伫升学教育当中，培养侪传播福音的勇士，传承宣教的使命，成做台湾教会甲社会的祝福。我嘛欢喜感谢你，主你差遣你忠心仆人黄牧师来到阮的中间讲道请安。下面的主日礼拜，阮恭敬交托伫主你的手中，你亲身来引带，透过黄牧师的正道来领受对天顶来的信息，互讲的、听的，拢得到你主你满满的祝福。愿安尼祈祷恳求，拢是伫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来共读圣经，以赛亚书66章第10节到14节。以赛亚书66章第10节到14节，伫台语汉字本第825页。我来共读。恁这会听耶路撒冷的，着甲伊同快乐。为伊欢喜，恁为着伊悲哀的，担也甲伊欢喜快乐。直到恁通使伊的安慰的年头，来得着饱，互恁得着伊丰盛的阳光，亲像找着恁满心欢喜。耶和华安尼讲：看，我要互平安开阔到伫伊，亲像江河；互列国的景光到伫伊，亲像充满的河。恁要享受伊，恁要得着，抱伫身边，摇伫骹头顶，亲像人得着伊的老母安慰伊。我也要安尼安慰恁。恁也安尼，恁也要伫耶路撒冷得着安慰。恁看见心就快乐，恁的骨要得着润泽，亲像软软的草一样。故耶和华的手要显现伫伊的奴仆，伊也要受去伊的对敌。以上，愿上帝祝福听叹伊的话，搁照安尼来行的人。小诗班赞美 God of Wonders， 奇妙的真神，赞美煞。咱请黄牧师来讲道，今日讲道题目是得着安慰。
感谢小诗班真水的歌声，咱三甲做伙额头来祈祷。恩典的爸上帝，阮伫你的面头前献上阮的感谢。阮也要将过去一礼拜，阮伫日常生活所拄着，无论欢喜、快乐、忧伤、烦恼，拢带到伫你的面头前。主求你的圣神帮助阮，通将遮个拢摆咧伫你的面头前放落来，互阮会当变做轻，互阮所烦恼的，因为倚靠你来得到平安。帮助阮通过敬拜你，重新得到快乐，通亲像鹰鸟体息飞悬。互阮伫搁过来一礼拜的道路顶头，无论拄着试炼，无论拄着什么风影，拢通倚靠你来搬过。主求你的神引带带领阮，祈祷靠耶稣名，阿门。真欢喜有机会来到伫高田教会，甲大家三甲做伙来敬拜上帝。最近我咧看一本庄芳华老师的册，叫做《田野正在忙》。庄芳华老师可能毋知有几个人捌伊，可能真少人捌伊，但是讲到伊的先生，可能都有一寡人捌伊。因为伊的先生叫做吴胜，是一个散文小说家诗人。若讲到伊的查某囝，搁较侪人捌伊，因为伊的查某囝叫做吴英宁，捌做过病农的总经理。因生活伫溪州的所在。庄芳华其实是一个高雄人，伫读屏东农专的时阵，甲吴胜熟识，嫁对溪州去。伊伫溪州国中咧教生物，然后伫遐退休。退休了，就和吴胜伫因本来的田开始咧种树。种树啊，因甲迄个所在，因的老母所留落来遐咧种树的所在，家叫做纯园。伊伫迄个所在咧写讲，伫迄个田野中间，伊咧做事，伊伫遐看到一寡感想，写作一本《田野正在忙》，其中有一篇叫做《田墘的拜赠》。我读到这篇，感觉真趣味，因为这篇内底，伊咧讲伊伫迄个树仔甲树仔中间迄个田墘的所在，因想要伫迄个所在来起造，因咧叫做好草的田墘。伫咧田墘，咱咧讲田花的所在，开始咧种一寡台湾原生的植被。咱咧讲的杂草啦，真侪人毋捌的时阵，拢迄叫做杂草。但是迄有真侪，亲像咧讲细汉有听到的猪母奶，也是紫色炸姜草、鱼腥草、半边莲、雷公根、雷公根，也是讲前车草。讲这种伫迄个田墘顶头。所以伊招一寡志工，送我伫迄个所在来伫因的遮个田边来种即个田，遮个迄落台湾原生的植被，因为迄叫做应该讲，这叫做好草田埂，好草田墘。伫即个好草田墘的中间，真侪人去看到讲迄个田墘安尼种了真水。所以，迄种入来参观的人，拢真介意迄个田墘遐的花草。讲有一天，有一个伊家己写讲，有一天有一个叫做好心浪漫的爱草人，嘛是爱遮个花草的人，摕一把啥物钱币草，阵甲下伫迄个好草田墘的顶头。伊迄个文章内底写讲长在种草间的钱币草，晶莹可爱，与环境毫无违和。讲种伫迄个
这个草中间的这个钱币草，讲吼，真水真高水，含起个环境拢无啥物，拢无啥物有感觉讲安尼真碍拗，还是讲真袂过，真没有违和感，真顺拢合伫迄个内底。但是咧，伊写，伊讲吼，这番好意，在短短的某个雨季之后，就泛滥开来，把我苦心经营的芳草田埂上面所有的珍贵的原生植批种都驱赶掉，换上满满油油绿绿的钱币草了。伊讲吼，但是这种的好，伊讲啊，这钱币草真水，啊，这个摕来种伫遐，讲落雨了后吼，开始摊开去。啊，本来伫遐什物猪母奶啦，什物雷公筋啦、前车草啦，这讲拢总甲吞的赶走去，占遐个土地起来。哦，哇，共款个游玩个是安那真青翠，伊讲油油绿绿的钱币草。来人看到迄片草嘛，讲哦，有够水的。庄光华老师伊个写讲吼，逐个听到人咧讲有够水的时阵，伊的心内啊啦真艰苦，但是只有面幽怨啊啦，伫遐微微啊笑，甲讲真正真青翠。我咧读到这个时阵，我去想起讲咱的信仰敢是毋是安尼？咱的信仰，敢是毋是时常想要会使做伙来经营一个叫做好草田埂、好草的田墘？毋茫伫咱的信仰中间会使起做讲有逐工读圣经，会使温群来聚会，会使热心来服侍，甚至会使去关怀社会。是毋是咱定伫迄个年头开始新的一年要开始的时阵，咱伫迄个所在来讲，我今年应该都要好好啊来追求信仰。但是时常到一半的时阵，会因为真济代志的阻挡，咱到尾阵那放弃，一摆放弃，一工放弃，一工无做到，慢慢就讲啊，安尼搁煞去啊。明年较过来，当时咱咧诚侪时常伫咱的信仰中间，是信仰追求的中间，咱会发现着讲，咱好亲像庄光华老师咧讲吼，迄是一个败战，战败啦。哦，咱拍，亲像咧讲野球、讲输共款，咱败战。信仰顶头是毋是咱嘛时常经验着迄种的败战？但是，搁倒转来看，上帝的选民伫旧约内底，迄个以色列人，嘛好亲像时常面临着即种的问题。上帝毋茫这以色列人，伊的选民，因会使真真正正成做伊的子民，会使称呼伊成做因的主耶和华上帝。伊毋茫讲这以色列人会使遵守安息日，遵守伫10条诫内底所命令因的，遵守摩西对西奈山摕落来迄个10条诫，甲衍生出来真济律法。毋茫伫日常生活中间会使去倚靠伊。伫日常生活中间，会使去照顾孤儿寡妇，会使行公义来好人民。上帝意爱这个以色列人，正做即款的人，即款的百姓，即款的子民。但是，咱其实伫圣经内底去看到以色列人的现实是啥物？拄着困难，开始去埋怨上帝。对埃及甲因拯救出来，伫旷野咧洗的时阵无水通啉，开始去埋怨摩西讲：你是安怎要甲阮带出来？至少阮伫以色列，至少嘛还阁有肉通食。人看到因拄着困难，开始埋怨。毋是伫遐咧感谢，袂记咧讲进前因受的苦难是啥物？
当进入迦南地，看到伫迦南地遐的建造真丰富，甲因家己的建造比起来，遐改成真丰富丰收。开始想讲，无安尼，原来学因的经济，学因的制度，看到有王开始去甲耶和华上帝要求讲，阮嘛要立王，阮袂阁等到讲有困难面对着危机的时阵，你甲兴起一个士师来引带阮，阮来有王来成做阮的王，来不管是引带阮来抵抗。这个国家，所以伫政治上，因想要伫迄个所在来学是迦南地啦。伫经济上，因嘛想讲要对迄个过去流浪的中间迄种诶半游牧民族，开始要进入去伫一个农耕的民族。所以当进入农耕民族，因为无经验、修行无遐尼好的时阵。去问因讲，恁的修行是安怎会遐尼好？这迦南人，因看到迦南人伫遐咧拜巴勒，巴勒是大地之母，所以讲就是阮拜巴勒大地之母，所以阮会丰收，阮的修行会好。这以色列人看到迄个好处，开始拒绝讲，安尼我嘛要来拜巴勒。上帝，耶和华上帝。迄是伫好的山顶头，伫西奈山顶头的山神，来到伫即个平原，来到伫即个所在，阮要来学遮个迦南人，因遮个民族，因咧拜巴勒，因嘛伫迄个所在，想要安尼咧拜巴勒，所以看到讲，看到好处，因就离去弃杀上帝，因看到家己想要靠家己来行的时阵。靠家己行，用家己的意思来行，拄着困难的时阵，因才阁倒转来呼求上帝。你看到讲，规个以色列人，上帝期待因会使伫迄个所在，照伊的话，照伊的命令，会使好亲像伫遐经营一个好草田墘共款。但是，这以色列人却时常受到外来环境的影响，伫迄个所在，好像伫遐来变质去。咱看到即种的迦南地的风俗文化，真做以色列人追求的流行。看到遐老年甲蜜真丰盛的所在，袂记你讲，迄是上帝应允因的地。因敢若看到讲，遐是一个老米甲蜜的地，阮好亲像无法度达到安尼，所以阮都爱来学遐个。遐个风俗文化，有当时就亲像迄个钱币草共款，看起来建筑伫咱的内底，好亲像游园真青翠，油油绿绿，这是啥物？庄方华老师咧讲的，伊个真青翠一片安尼，看起真水。但是已经赶走本来耶和华上帝望因伫真做伊子民所应该爱有遐期待、受着期待遐个要素。你甲因讲，敢若独一真神，除了我以外，恁无别个上帝。结果除了耶和华以外，因想讲巴勒嘛袂歹。当时亲像安尼代志不断伫以色列人的中间发生，安尼代志敢有伫咱的中间咧发生咧？咱今仔日来三甲做伙来反省，有可能伫咱伫不知不觉的中间，咱其实嘛因为看到游园共款是油油绿绿，看起来真好看的草啊，种伫咱信仰的田墘顶头。互咱本来应该有这原生的植被去用赶走去，伫遐去用吞食去，看起来游园真青翠，但是迄个本质已经伫迄个所在来变质去。时常伫咱的生活内底，信仰常常伫生活中间叫外来物种啊呐，甲咱拍败去。
有当时咱根本无去想到到底是啥物。外来物种包括啥物？包括科技，包括来自咱生活内底的权力、欲望、金钱、真济代志。伫我咧牧会的时阵，拄着母亲节、父亲节、敬老节，常常教会拢爱为着要表示对母亲的敬意，对老爸的感谢，对这上年的敬重，拢会过去拢会去准备讲要买什么种礼物。过去教会会花真侪时间伫遐咧想讲，安尼今年要送母亲什么款的礼物，代表教会对因伫家庭、伫教会付出的感谢。对着老爸父亲节有缘共款的，伫遐咧想讲要买什么款的物件来分用会较好势。但是有一遍我拄着一个老牧师咧开会的时阵，咧讨论这的时阵，伊阵讲一句话，讲吼钱上实在啦。送这物件到尾吼，迄拢会变做啥物？迄拢会变做粪扫，迄拢交做负担。讲即句话，想起来真正有可能是安尼，因为厝里已经有啥物真侪保温杯啊，搁送保温杯来就安那，你用袂着。可能有盘啊，你搁送盘来，这盘嘛是下伫咧所在。所以伊到尾咧讲吼，钱上实在。所以教会拢毋免搁讨论啥物，就是送啥物礼券、全年礼券、家乐福礼券。就伊家己要买啥就安那，互伊家己去买，看起来上实在。但是有当时，迄是一个实在真实的现象。问题是，当咱搁转来伫信仰内底互咧反省的时阵，是安怎要送这礼物？母亲节是安怎一定爱送老母礼物？父亲节是安怎爱送？教会是安怎爱送这爸爸礼物？是安怎伫敬老节、重阳节，大教会一定爱送？送礼物本来的意思是啥物？咱准袂记入去。变做啥物固定的？迄个固定就好亲像啥物？伫过去以色列人，因爱守安息日，守安息日守到到尾，开始伫遐咧讲安息日的时阵袂使做工，啥物叫做袂使做工？行规步内底无算做工。到今仔日的以色列安息日前。厝里的大囝爱去甲冰箱拍开，爱去甲冰箱内底迄个啥物电火球啊拔落来。当你开冰箱的时阵无光，安尼讲无做工。安息日的时阵无做工，有当时咱就会变做安尼，咱会去用即种的外来的物种，甲咱安那的信仰本来的意思。本来的好意是讲伫迄个所在要来感谢一个感谢的意思。教会拢总无去，咱也想讲，就是迄个时阵，就是爱送。当时咱会去用科技，我头拄仔讲，会去用科技来甲咱拍败。科技过去，咱拢爱现圣经、现圣诗，即马科技真发达，拢看 PPT 就好，拢总伫遐就好。过去的信徒来甲教会咧礼拜。咱爱查家己的圣经诗来，即马空手来就好。你会看到讲迄个本质教会咧讲，有查经时咧讲要献圣经，就毋知要安怎献。咱会看到讲真济亲像这个代志，爱时常互咱家己转来伫信仰内底反省，是安怎要安怎做？今仔日咱所读的即个圣经，以赛亚66章，其实是伫以赛亚书的上尾一章。以赛亚书
对伫第1章到39章，伫遐咧讲审判的有言。伫迄个真强盛的中间，上帝通过先知咧甲因警告：恁爱警醒，恁爱警醒，毋通伫遐迷失去。上帝伫遐通过安尼，咧甲因讲起，就爱伫遐来警醒。伫迄个警醒的过程中间，上帝伊爱因恢复因本来应该爱有甲上帝的关系。40章一直到55章，迄是一个破碎毁灭绝望的中间，上帝佫通过先知咧甲因讲出愿望到底是甚物。所以你会看到伫40章开始，伫遐咧讲的和39章进前无共款，伫遐咧讲起什物是愿望，讲要安怎互因会使亲像鹰鸟天翼飞过，要安那伫迄个所在行也袂野，走也袂跣。对56章一直到66章，迄其实伫迄个愿望挫折的中间，伫迄个破灭甲改成有看到愿望迄个中间咧挣扎，伫迄个挫折的中间所发出来的一个信息，咱看到伫迄个所在，伊伫遐咧讲，恁才会听耶路撒冷的人啊！到伫上尾时阵咧结尾，伊咧讲，恁才会听耶路撒冷的人，就甲伊做伙欢喜，为着伊快乐。迄犹原也未看到，犹原也搁伫遐咧挣扎，心也搁伫遐咧，毋知要怎样较好。改成有希望，搁改成无希望。伫种咧伫遐咧纠结中间，你会发现着讲，伫遐上帝咧甲因讲，恁都爱为着听耶路撒冷，都爱甲伊做伙欢喜，为着伊快乐。才会为着伊悲伤的人，都爱甲伊做伙欢喜庆祝；捌为着伊悲伤流目屎的人，恁都爱为着伊伫遐来甲伊欢喜庆祝。因为耶路撒冷伫遐向毁灭了后，佫重新转来要起造的中间，拄着真济问题。好亲像迄个好草田共款。伫遐本来真水，真济物种，到尾去，互一个铅笔草拢总甲拍败共款。张文华老师伫迄个所在讲两种方法，一种杀草价啊放落，拢总死了了；第二种讲你就是爱甲迄土扣差不多10公分起来，因为伊的根会定落去，定真深，所以甲抽10公分起来，安尼才有法度甲伊拄掉。所以，伫迄个所在咧讲，遮都好亲像以色列人当去重建耶路撒冷城的时阵所拄着，看起来有希望，但是事实上有真济困难。所以伫咧安尼中间，伊伫遐咧讲，叫因讲爱甲耶路撒冷做伙做伙欢喜，做伙喜乐。嘛，伫迄个所在咧讲，咧甲因讲。恁通伫伊个行程使你得到满足，得到安慰；对伊充足的你得到养持来欢喜。你甲因讲，耶路撒冷城会阁亲像老母安尼，互你通伫遐使灵来得到满足。伫遐有平安，伫迄个所在通得到安稳。你讲起即种愿望的话，虽然面对着失败、挫折，上帝通过先知安尼咧甲因讲话。咱看到即种的话语，上帝伫遐继续亲像老母安尼共款的安慰因，
基督教的信仰真特别，信耶稣无讲袂得到困难，信耶稣犹原共款会拄着试炼，会拄着困难。但是咱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咧，甲咱讲，伫迄种失败挫折的中间，你犹原有盼望。会使对上帝来得到亲像老母同款的安慰。所以伫即个所在，伫以赛亚书66章要结尾时，上帝用迄个母亲的形象，伫讲用通死老母的年，伫迄个所在咧讲起讲，上帝要安怎伫迄个信仰的中间，继续来供应，继续来引带，继续来带领。迄是一个真无共款的所在，因为伫咱的信仰内底，虽然咱会唱哀歌，当时咱会唱哀歌，因为经过侪失败，咱会流目屎，亲像无望望共款。但是伫迄个中间，咱要怎样徛在？咱要对地得到快乐。228打过无偌久，伫228的活动的内底，常常拢会讲起一个故事，嘛会开始用游戏梅伫遐来纪念。游戏梅其实是一个叫做李瑞涵律师伊的厝发生的代志。李瑞涵律师，伊伫3月初10，伫因兜下晡的时去用掠去。迄天到因兜咧煮游戏梅，讲准备暗顿要来食游戏梅，然后要款待对台中来的律师。无拍算3个律师去用掠去了后，厝人失去一个主人，所以李瑞涵律师的太太，伊的牵手，伫遐真坚强，伫遐来，互遮个子孙活落。有当时咧想讲，到底什么快乐，互即个家庭伫遐会使继续落去？李瑞涵律师伊的查某孙开始咧讲起伊阿公的故事，然后伫迄个故事的中间，伊咧讲起讲，伊的阿嬷每一年若到3月初10，就会甲所有的囡仔叫转来，做伙煮游戏梅伫遐，嘛无讲啥物。煮游戏梅，逐个自产的进前，伊的阿嬷会弹琴，叫逐个爱来唱圣诗。伊的阿嬷是一个基督徒。李瑞涵律师听讲，迄个时阵，伊嘛伫教会做执事。面对着即种的苦难，伊阿嬷犹原真坚强，用伊的信仰，伊想讲上帝带伊搬过遮的。所以3月初10，无搁去讲起什么故事，只有招伊的囝儿孙转来食游戏梅。伊的查某孙咧讲，细汉的时阵，甲我讲转来食游戏梅，迄好亲像是过年，大家做伙三甲聚集。伊讲伊拢充满着欢喜，伊毋知影什么故事。到伫伊大汉了，较了解讲，原来3月初10，阿嬷招大家转来，毋是要互大家欢喜，是要通过一个游戏梅，要互大家少年伫因兜所发生的代志。伊阿嬷无甲因讲任何的代志，无甲因讲因阿公拄着的苦难的代志。但是伫迄个所在，甲因靠做伙，通过食游戏梅来纪念。伊阿嬷读圣经、祈祷，然后传唱歌了，大家做伙伫遐食，用安尼咧纪念。你看到讲，上帝有当时伫面对苦难的时阵，
兴起伊的老母坚强伫迄个所在，瓦靠上帝，搬过即种的苦难。但是有当时，咱会伫迄个中间，看到亲像庄芳华老师，伊到尾，伊家己咧写的中间，伊安尼咧讲，到尾即篇小说讲参见的拜证。即张小说，即篇散文内底，到尾伊安尼咧讲，生活中间有一寡坚持，一寡理念伫遐亲像牛大嫂，只会使是迄个伫遐咧放弃的大潮流的中间，做一寡修补尔。用生活即种的坚持，其实伫即个大环境内底，好亲像做一寡修补尔。伊讲伊必须要去学习。要甲即种战败感觉吞落，爱承认家己战败，然后爱去追求心灵，要安怎调适迄种的平衡，要安怎去平衡，才有法度，互伊继续伫遐奋战落去。当我读到伊写到尾咧写即句话的时阵，我的心其实咧想，当伊若是有基督教的信仰。有可能就有无共款的看法伫迄个所在。伊虽然坚持，虽然伫遐有迄种挫折感，有理念、有坚持的人，有可能亲像庄芳华老师安尼伫遐安尼来安慰。但是，咱的信仰咧甲咱讲啥？咱的信仰咧甲咱讲，咱毋是干在自我安慰，因为上帝已经应允，讲亲像伫。母亲的怀抱中间伫遐受安慰、受照顾，亲像母亲安慰家己的囡仔共款。所以伫迄个所在咧讲，我会甲你抱伫胸前，互你思念；伫骹头有，甲你耍，甲你人。上帝讲会甲你抱伫胸前，亲像老母互你思念；佫会伫骹头有，甲你耍，甲你人。人孙真高水，人囝真满足，亲像安尼。佫伫遐咧讲亲像老母安慰伊的囝，我嘛要安慰恁，恁会伫耶路撒冷得到安慰。上帝要亲自来安慰咱。我讲这是甲庄芳华老师真无共款的一种的心境。虽然有挫折，虽然有可能拄着真悲惨的命运，但是咱有耶和华上帝甲咱三甲基地，咱知影上帝安慰咱，上帝互咱开咱。这其实就是咱的信仰中间，伫迄个挫折。伫定定咧失措、定定咧失败中间，咱阁看到毋茫一个上大的应允。毋是咱外头，是咱无论拄着啥物代志，无离开教会，无离开信仰，继续做伙三甲活落来，围垒伫教会，做伙甲兄弟姊妹来过信仰的生活。伫迄个中间，你会看到上帝手怎样来带咱。拄好亲像上帝手，其实带台南新人院行过这日子共款。伫日据时代，南神因为即个日本的政策，爱伫遐关门，然后到伫光复了后，较开始阁恢复。新学院的运作，伫过去的历史中间，嘛捌受到真侪打击，甚至伫遐有真侪安排真侪职业学生入去伫内底咧写报告。捌经过这风风雨雨，上帝有缘咧带领。伫我咧读册了后，我毕业了后，甚至捌有所谓的南新事件。经过这风风雨中，上帝有缘咧引带咧带领，上帝有缘陪伴伫边啊。上帝毋望咱也共款会使来陪伴新学院，用祈祷，用咱的奉献，做伙来关心新学院。
毋是敢若南神尔，台湾神学院、玉山神学院，咱拢做伙用咱的祈祷，甲用咱的奉献来陪伴因。有一天，因的朋友来陪伴咱的传教者，甲咱做伙牵手来行信仰的这条路。这是一代搁一代，有当时看起来好亲像失败，挫折的中间，上帝要继续引带咱行头前的路，互咱通伫迄个中间悠然得到安慰，得到满足，得到祝福。望咱通三甲为着台南神学院的需要，伫即个礼拜，咱做伙来奉献。伫5月时阵，为着玉山神学院的需要来奉献；伫11月，为着台湾神学院的需要来奉献。伫咱日常的祈祷中间，少年遮的老师、遮的学生，用咱的祈祷来添起因行头前的路的勇气，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伫你的面头前献上感谢。有当时，阮意爱通伫阮的中间来经营好草田畋，但是时常伫无水的中间，却互侪外来的物种甲阮占领去，阮却无自觉。主求你的神帮助阮，通时常转来伫你的话语顶头来反省阮家己，互相提醒警醒。伫信仰的道路顶头，阮相信你无看阮的失败来气杀阮，反倒当你伫边仔点点陪阮行过，有时流目屎，有时伫迄个中间，互阮经验到你的恩典。主求你的神帮助阮，通不时来算你的恩典，倚靠你。无因为一时的失败、失志来离开你，帮助阮互相鼓励，做伙行伫信仰的这条路顶头，互阮通过安尼来得到安慰，继续伫阮信仰的田墘顶头种落你以爱、你所欢喜阮种植的好草，互伊丰盛来。互人得到利益，互你的名来得到荣耀。主求你的圣神帮助阮，安尼行伫你的道路顶头。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牧师的正道。咱来用新的界面来回应上帝恩典，请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界面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来吟回应的圣诗524首，主基督，你的答，阮着答，请起立来吟。
心对你行，为感动的本模样，愿为一心对你行，主基督愿用托你救赎。愿着听土地，听土地，听土地，好免讲伊满世界，照顾土地有代价，好免讲伊满世界，照顾土地有代价。主基督，你听他嘴边愿，互愿通做梦，通做梦，通做梦，梦见也真袂了解，只有无声好歌唱，梦见也真袂了解，只有无声好歌唱，主基督愿改喊你下我，甲阮着三条，着三条，着三条，做阮无个来我，三好三条我，做阮无个家大，三好三条我。请坐。这是来奉献今仔日是台南新学院的奉献主日，请兄姐为着台南新学院的事工来代祷来奉献。请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真做阮世间人的救赎，用你的保护洗清阮的罪，用你的光甲你的听来光照阮，来看顾阮。求你保守阮的心，阮的意念，互阮会当遵行你的旨意。感谢你通过牧师好的信息甲分享，用真理。
互阮得到头棒，用真理教示阮勉励阮。今仔日伫南城奉献主日，阮将教会甲兄弟甘心奉献，献互你，恳求主亲自接纳，亲自祝福。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阿妹，请坐。来咱欢迎新朋友哈，那个也不是新朋友哈，是崇安是吗？崇安哈，陈崇安。大家知道崇安那下个礼拜6要这个结婚了哈，那希望呢大家。从一个小小的这个女孩子在果庭教会今天看到她那我们跟大家讲几句话。大家好，好久不见！我这几年住在德国，然后上礼拜刚回来这样子，然后谢谢大家这么支持我们，也帮助我们许多。然后下礼拜大家欢迎有空的时候可以来听我们看我们这个证婚仪式，这样谢谢。真的很高兴看到崇安个牧师娘介绍，个牧师娘来，伫咱的中间真欢喜真欢喜，还有等一下，好无咱来行平安礼咱来唱平安礼的歌我用主的听真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听真心来听你，因为你内面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真心来听你。好，大家互相请安大家互相请安，互相耶稣。你们唱得真好。咱搁来唱一遍来。我用主的听真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听真心来听你，因为你内面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真心来听你。好，离报告的进前，咱来读。咱今仔日的本周的金句第四页遐咱来台语甲华语拢来读一遍来，亲像人得到伊的老母安慰伊，我嘛要安尼安慰恁，恁也要伫耶路撒冷得到安慰。以赛亚书66章13节华语。我要安慰你们，如同母亲安慰儿女，你们也必在耶路撒冷得安慰。以赛亚书66章13节。好消息来报告本主日是台南神学院的奉献主日咱感谢黄牧师来到咱的中间讲道愿上主纪念伊的服侍，多谢黄牧师。
本会嘛请兄弟为着咱神教育事工奉献甲来代祷。本会柯牧师去赤峰街教会愿上主看顾牧师出入平安。第二项因为今仔日是联合礼拜嘛，多谢咱华裔礼拜的兄弟伫线顶嘛来遮来做伙来做礼拜。第三项上年大学拜二17号啦搁2天要开学啦伫10点10点开始开学礼拜欢迎兄弟来参加嘛，请各位兄弟为着上年大学逐项的事工关心奉献甲代祷。第四项今仔日礼拜煞咱成人主日学搁 Part 2那个加恩执事澳洲之行今仔日要讲享受吧一个人的旅行我一个人我是无法度旅行啦咱来看讲咱来听迄款的加恩执事讲一个人如何在澳洲旅行这样子一定有很多很精彩的请大家有时间留步来参加第5项咱为着咱敬听的廖牧师娘90岁的生日咱4月11号拜六下晡3点咱来举行感恩礼拜请要参加的兄弟离公布拿来登记好迄款的顶一回迄款的中一回有决定大家亚伟礼拜有当时拢啥物以前咱拢啥物10月份9月份免咱即马5月份就要去5月份咱对咱教会出发咱来看咧去打卡打卡教会第个打卡大家知影打卡教会即嘛是吕宗明牧师吕宗明牧师吕牧师因为昨我甲迄款的新义长老去中会检校就拄着伊大家知影伊讲吕牧师伊讲伊伫古亭受小儿的洗礼因爸爸吕伯荣是咱上早咱大家你看咧教育厅遐掠看上早期第一期迄款的长老李长老长老安尼所以这实在真正是新义长老就甲讲那个以后那个回娘古亭回娘这样的活动阮叫周年庆你一定要转来，伊讲好所以咱5月份。亚华礼拜，咱要去打卡，咱去打卡，有迄款的一寡打卡教会的导览，要食过去龙潭湖谈笑天地观光工厂咱来亚华做亚华礼拜请大家离公布拿登记报名费用是一个人200块一人200块。第7项，咱最近就是讲大闸这期是咱国外济进前受难周进前，所以请各位兄弟伫一段时间咱来安静咱的心，咱来反省，咱来祈祷甲耶稣当行受苦的路来迎接国外主会过来。第8项咱教会最近咱的主堂甲副堂搁教育馆咱有要迄款的影音设备的更新咱嘛有请迄厂商来介绍2遍啦就是讲4月份开始伊迄款的
已经主要的设备吼慢慢来搞，要开始来进行咱的更新吼，请大家为着这个事工来带导来奉献。好第9项，咱的春季教会神学班成长班要参加咱请张廷玉老师来开这个神学入门7堂课带你认识上帝教会与我的课程你报名请伫公布栏，也是讲甲信义长老报名好。第10项迄款的2月份的财务的收支报告请大家参考即马影音的设备的奉献2月份3月份阮以后会累积每个月再来个报告。好陈水祥长老的奖学金请大家把握时间。把握时间来报名咱少年陈长老为着咱教会的事工尤其是青少年甲音乐的事工来就是讲来设立这个奖学金咱真报名好。肢体消息，对，肢体消息最重要的就是崇安下个礼拜6要结婚了那我们呢，真的是这个恭喜这个崇安然后是 Julian 可能蛮不是。Thomasburger 德国人啦这我较袂晓念伫台北东门教会举行东门教会举行结婚典礼愿上帝赐福崇安和她的丈夫让他们一生一世相爱互相扶持好团契消息请大家家己看就是讲第4项啦咱双年团契甲妇女团契联合款的春游即届2天啦要去3义要去3义旧山线铁道自由行要住在3义的就是讲西湖度假村就是有峨眉湖水上沉船这样报名一个人因为有包含迄款的住宿嘛所以一个人是2500块这样200咱公布栏遐拢有写请有兴趣要参加的兄弟来报名登记好以上报告这是咱来公道，咱家咧咱来祈祷伫主的面前，不管是你出声还是无出声，咱做伙头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要为着身体欠安的兄弟来祈祷。义雄兄顶礼拜人艰苦，紧急住院治疗，主愿感谢你的保守。义雄兄伫病院得到好的照顾，伫12号已经出院了，暂时住伫文山共生之家。来慢慢来恢复体力，会当顺利回去厝里，正常好好来生活。主，阮真正感谢你。今礼拜日妇孺之事无小心出车祸正手有受伤伫拜5的时早时。伫淡水马街
有来手术开刀，手术真正平安顺遂。主，阮感谢你的怜悯甲疼痛，互妇孺的手骨得到好的医治，也伫你的保守内面来渐渐恢复勇壮。我嘛为着伫厝里静养，无法度来到教会，久久无见面的兄弟，也来祈祷，求主你的圣神甲因同在，成做因生命的快乐甲帮助。我们为着教会做未来的事工来祈祷。受南州，搁偌济礼拜，团客要来出游，5月份的野外礼拜，我拢仰慕主你引带。亲爱的主，阮真正感谢你，互阮徛起伫台湾这片土地，享受你所享受的幸福。总是最近国际的局势有较混乱，战争也未煞，嘛能源嘛受到影响。求主你来赏赐台湾执政掌权的有智慧、有谦卑的心。来治理国家，国会无过吵吵闹闹，同心为着台湾这片土地来打拼。亲爱的主，阮将阮的祈祷摆列伫你的面前，求你欢喜来接纳。阮的祈祷恳求，拢是伫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后来吟落尾圣诗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请起立。唱煞了，请黄牧师来祝祷。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若无我毋家己来行。是我的能欠比是正，在我大日遵守你改变，我的黑暗中最坚定，谁先所信的我，是我人生的牵绊。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保守、安慰、扶持，甲恁众人三甲基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默祷，咱请音乐结束了才起身。
今仔主日礼拜到遮，啊，咱休困5分钟吼，等下咱来听吼，迄个呢，嘉恩执事吼，啊，嘉恩执事的先日主日学。